你好，我係楊明霞醫師。喺中醫角度嚟講咧，肝係主藏血同埋疏泄嘅。藏血嘅意思咧，即係話儲存血液，可以幫助咧我哋調節翻血液去身體唔同嘅地方啦。咁同埋另一方面咧，亦都可以幫助咧我哋氣嘅運動，幫助疏泄翻我哋嘅氣機。咁氣機嘅運動如果正常嘅話咧，我哋嘅身心咧自然係會舒暢啦。相反，如果肝氣鬱結嘅人咧，咁相對嚟講咧，會容易唔開心啦，容易鬱悶情緒嘅。咁另一方面咧，如果肝血虛嗰啲人咧，會令到自己面色比較差，咁同埋咧個人血氣咧都比較弱一啲嘅。咁另一方面咧，膽係幫助我哋消化嘅，係中正之官，不偏不倚，可以幫助咧肝主決斷嘅一啲功能。咁所以咧，如果肝膽運作正常嘅話咧，都可以令到咧我哋更加知道咧點樣去做決定。咁同時咧，亦都會令到我哋好心情嘅。以下落嚟咧，呢幾組嘅動作咧，可以幫助我哋疏肝理膽之餘咧，亦都可以強化翻肝膽嘅。每日營營役役咁樣工作咧，平時不妨咧就買份小禮物獎勵一下自己，嚟到增加自己嘅幸福感。咁所以咧，今次咧我同大家準備咗一個精美版嘅 USB， 裡面咧就有高清版嘅滋養身心藝術文化雅集嘅影片，主題咧就係淨化心靈，活出真我。今年嘅年初，我喺香港藝術中心嗰度咧第一次演出古琴同埋中國舞嘅，咁有我對於淨化心靈嘅一啲分享。當日咧好多謝蛋哥鄭丹瑞先生咧做當日嘅司儀，觀眾咧反應非常之熱烈，佢哋都講咧好有得着，所以咧我就輯錄咗喺呢個 USB 裏面咧就同大家分享啦。呢個亦都係我哋今次瑤池漢方慈善基金嘅義賣項目嚟嘅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。香港工作壓力比較大啦，咁好多時候啲人咧都比較少喐動下半身嘅。咁以下落嚟嘅動作咧，可以幫助我哋強化下半身嘅肌肉啦，同時亦都可以改善翻肝膽經嘅氣血運行嘅。首先企好，左手扶喺一個穩定嘅位置，左腳作為主力腿企喺地上面，左膝向前微屈曲。右膝往左腳嘅方向屈曲，在外旋髖關節，右腳向旁伸直外展，左腳同時站立。我哋再用同樣嘅方法，用右腳再做10次。大家一齊跟我做一做啊！肝膽經咧所行經嘅位置咧就係胸腔呢部分嘅，咁有時如果我哋情緒唔好嘅話咧，都會有啲胸悶嘅情況。咁以下落嚟呢個動作咧，可以幫助我哋改善情緒之餘咧，亦都可以幫助咧我哋疏肝理膽，改善翻我哋氣血嘅運行嘅。首先企直，雙手放喺身嘅兩邊，展開，扶喺穩定嘅位置。整個人往下沉，腳踭離地，屈膝，呈捲曲狀。再慢慢將人往後反方向咁樣伸展，頭仰望。注意起身嘅時候慢慢吸氣，往下沉嘅時候慢慢呼氣，保持呼吸均勻。如是者做10下。有好多人同我講咧，游水可以喐動全身嘅肌肉。以下落嚟嘅動作咧，可以幫助我哋喐動咧整體身體嘅氣血功能，咁同時咧亦都可以強化翻啦我哋全身嘅肌肉嘅。首先企直，左手扶喺一個穩定嘅位置，右手帶動上肢外展，從下面往上畫一個半圓形。期間慢慢吸氣，手嘅位置到咗頭頂之後，再將臀部由右往左做兩邊嘅側彎，同時右手喺自己嘅正前方畫一個 S 字。做嘅時候同步慢慢呼氣，我哋一齊做啊！然後再用同樣嘅方法，喺左側做10次，記得保持呼吸均勻。
肝主筋，其華在爪。以下落嚟呢兩組動作咧，可以幫助我哋改善翻手掌同埋腳掌嘅肌肉同埋筋腱嘅，同時亦都可以幫助咧我哋加強翻肝膽經嘅氣血運行嘅。首先將手指屈曲，指尖喺掌心做一個好似拗痕咁樣嘅動作，用手腕有節律咁樣前後屈曲，嚟到帶動呢個類似拗痕嘅動作。再用肩關節往外而內，往下而上，然後反方向再做同樣嘅動作，令到手掌同埋手臂嘅筋骨同埋關節有充分嘅喐動。做嘅時候保持呼吸均勻。做呢個動作嘅時候，最緊要咧上身放鬆咁樣坐喺凳上面，手放喺兩邊，用右腳嘅腳掌執起乒乓波放喺一個位置。記住做嘅時候要保持呼吸均勻。喺做動作之前咧，我自己習慣咧就會用我自己所研發嘅呢個經絡按摩霜，搽嘅時候咧就會係按壓之餘咧會拍一拍嗰啲經絡，咁再做嗰啲動作咧就會有事半功倍嘅作用噶啦。呢個經絡按摩霜咧就係今次瑤池漢方慈善基金嘅義賣項目嚟嘅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。細個時候咧，好中意同爺爺行山嘅。有一次咧，行經過一啲溪流咧，覺得空氣特別清新嘅，於是乎咧就喺嗰度咧休息一下，食少少嘢。咁冇耐咧，我哋繼續行咧，就行經過一啲沼澤，覺得異常好臭喎。咁爺爺咧就同我講話：阿妹啊，其實你知唔知點解溪流嘅水附近咧都係空氣清新，而沼澤嘅水咧附近咧都係有陣臭味咧？其實咧中國人咧就有句説話講：流水不腐，狐書不到。意思即係話咧，喐動嘅水咧其實係冇臭味嘅，反而咧唔喐動嘅水就係有臭味嘅。其實人嘅身體都係一樣，如果我哋唔喐動嘅話咧，我哋筋骨關節呢啲位置氣血運行唔通暢咧，就會導致有痛症啊、疾病嘅產生。咁相反嚟講咧，如果我哋多啲喐動嘅話咧，我哋身心愉悅，身心咧會健康好多嘅。因為爺爺呢句説話咧，成日都會提醒自己，就算幾忙工作都好咧，都會抽5至10分鐘嘅時間做一做拉筋嘅運動嘅。咁大家咧不妨跟我做一做呢啲經絡操啦。我成立呢個瑤池漢方慈善基金咧，就想紀念我呢位咁有智慧嘅爺爺，同時將中醫養生嘅概念宣揚出去，令更加多人受惠。終極目標咧，就想興辦一間以中醫為理念嘅老人護理中心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慷慨解囊。多謝大家收睇瑤池漢方慈善基金動養身心呢個系列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、訂閱並且撳鐘掣啦。咁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加多健康資訊嘅話咧，都歡迎 follow 翻我嘅 Instagram， 或者大家咧如果有咩問題嘅話咧，都歡迎 inbox 翻楊明霞醫師呢個 Facebook 專頁，我會盡快答覆大家嘅。